小伟乖哦，咱斗教安尼。小伟，你看，这就是咱斗哦。小伟，来，爸爸带你困眠床哦，乖，摇啊摇，小伟爱乖乖哦。咕，小伟乖，爸爸要做啦，家己一个人伫遮咧细念，啊囡仔才出生命，伊要哪会知影你伫咧讲啥？你当然嘛知，咱讲白囝连心嘛。唔相信哦，你看卖。小伟乖啊，有无你笑啊？伊就听我讲的话啊。听你凊彩讲，骗人唔捌生气。我甲你滚算笑。天啊，你甲我生这个囡仔，你敢知我偌欢喜？啊，你唔才生一个家，一个囝，爸爸妈妈。天啊，以后无论讲咱厝有啥物困难，我绝对用我的性命来保护你。无代无志，讲到这严重，你创啥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永远爱咱的囝，爱咱这间厝。志清，你哪有闲通来啦？来，要坐啦。我去处理一寡代志，等于病了后，才知影庆兰已经出院啦。本来吼，我早就应该去看庆兰啦，啊，谁知影接手术当处长了后，才知影讲有够无用的啦。所以吼，我专门买一寡补品来厝的，算我是甲庆兰做回来啦。这些哪会遐功夫啦？唔是啥物好物啦，免客气。对啊，庆兰，你本来就生得真水啊，想袂到囡仔生了后，比以前更较水啦。我愈看起来愈节度明亮呢。你莫讲笑啊啦！我讲的是真心话啦。尊先，恁爸爸出国的时阵，讲希望你较早有抱孙者，安尼较久拢无消息。安尼啦，假使若有机会哦，我甲你介绍较好的对象。像讲庆兰因同事足侪嘛条件足好的哦。好啊，要讲有一个条件啊，就是要做我女朋友吼，伊的条件上届无啊亲像庆兰安尼，我才袂。像我，啊你即摆就已经是当处长啊，以后要条件偌好的查某人，拢嘛有。好啦，莫讲这啦。朋友，我年有一个应酬，你要甲我斗阵来无？歹势啦，啊无你较吼，阮听到阿爸讲阮丈母等下会来，啊而且囡仔拄带转来哦，较无方便啦，歹势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嘛是听人甲你招的。你要照顾庆兰，安尼我就莫甲你勉强啦。添个一个甲喜姊嘛来的时阵吼，则麻烦你替我甲因请安者。啊，讲有闲的时阵，我会好好甲伊交代啦。无我先失礼。啊，严哥来坐啦。好，我知。孙行哦。好。庆兰，你咧想啥？无啦，我是感觉讲俊生真是变啊，变甲较正派。当然嘛是安尼，啊若无因爸爸出国的时阵，哪有可能甲所有产业拢交互伊管理？囡仔你叫爸爸呢？是咧哭啊？小伟，安怎啊？哪无可能爸爸妈妈哦？安尼啊？打是一间啦。啊，你问我，我要问啥啦？啊，我哪会知影？这问，到底毋是倒一个问？哎呀，你们看几号啊？几号？哦，你看。啊，连几号你也袂晓看有影？啊，这个吼。好。来呀！阿爸，你来啊！来，阿母。哎呦，金孙的呢！来，抱一。哎呀，高水个安尼啦！哎呦，金孙的，对，你的金孙。啊，我嘛是我的金孙。啊，你嘛我抱一。来。哎呦，我的金孙。你哦，你都明了。咁好做饼，你放心咯。哎呦，还有鸡吼，好，再比出来呢。有，爸，这啦。这。哎呦，真高水哦！哎呦，面了啊？啊，好兄妹。叫苏伟啦。苏国伟哦。嘿，安尼这名歹听来，为什么叫苏去？啊，个伟去迄人好。好啦，阿爸，苏伟的意思讲哦，后摆囡仔足够读书的，啊，做一个伟大的人。哦，够读书啊，伟大人啊，安尼真好听。叫小伟就好啦。啊，小伟，来啊，小伟啊，讲好呢。正经讲哦，看到孙哦，才知影讲哦。
爸老啊，爸，你哪会老？我自细汉看你拢嘛是安尼，你一点仔拢袂。像咱即摆吼，做老母了后吼，加足熬讲话，无简单呢，嘿，但是讲，你毋是讲迄个下礼拜做要生，安尼即摆生生，哦，还佫生了较顺利，秘书敢若生鸡卵。阿爸，迄哦预产期提早啦，囡仔要出世的时间咱也袂准择的啊，所以毋才临时通知你。对，啊小琪啊，知影？伊若知影伊金孙出世，绝对真欢喜。有联络啦，啊，之前有写票我，伊就讲伊要拍拼伊家己的事业，啊，等生活若较安定的，才会转来找人。哦，啊，敢有写批哦，俺就知影住倒位啊，吼。讲伊拢无写字纸，无主旨哦。哎，这个俗气啊，就是安尼。人袂一个仔囝哦，啊，个性遐尼强。啊对啦，啊恁细明阿爸有转来讲无？阮爸爸即摆伫美国吼，参加一项医学的研究啦，所以袂当转来。啊，伊已经博士啊，还阁研究哦。哦，啊以后唔着扑，啊，嘿嘿，对啦，阮这个金孙哦，以后一定要读书，读到的博士扑了，我再扑。小伟，当时对，这是一位小姐讲要送互你的。哦。马董事长，迄天若是有对你无礼的所在，请你接受我的道歉。感谢你，互我得到病后面新大楼的工程合约。其实迄时阵，我就应该甲你说多谢才对。啊，毋过真无拄好，迄天我离开饭店了后，煞去有一道奥多摆弄着，受伤啊。啊嘛拄好互人送来你的病衣，所以下到今仔日。才送花予你，表示我上深的谢意。一个足感谢你的人，丽丽。妈等下，你真是受伤哦，真歹势。我真是唔知你发生这个意外，也若无我早就来看你啊。你放心啦。你的医药费，我会全部负责。袂用的啦，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，受伤是我家己无小心，甲你一点仔都无关系，你会免负责啦。你哪一直共看啦？啊，真歹势哦，我倒入病床拢无化妆，互你看到我遮尔狼狈，足失礼。我等下，你若遮尔出力。人会疼啦。啊，歹势啦，是我失态。老实讲啦，我捌看过真侪真水的查某囡仔，也毋过伊若卸妆了，我就拢袂认的啊。想袂到你无化妆，嘛是安尼水。你实在足够讲话，你讲的话，互人足介意听的哦。你敢知影？伫这个社会，尤其是商界。像你安尼哦讲真心话的人已经足少的啊！你讲的敢是真实的？我讲的当然是真心话，敢讲你唔相信？我当然嘛相信啊！我当的，你敢知影？你有足侪所在，甲我足同款的呢。哦，干嘛呢？你讲看卖。你是一个足坚持理想的人，尤其是你的眼光哦，甲别人都无同款。假使你若是介意的物件，你一定想办法得到，对无？我感觉你的眼光是真厉害呢。我才甲你见过2摆面尔，我心肝咧受伤，你竟然拢看得出来。虽然讲我毋是真了解你，啊，毋过我确定你是一个真有才情的查甫人。我嘛是同款，是一个真特别的查某囡仔哦。我嘛有同感。无定等你出院了后，咱咱找一个机会，我开讲者。好啊，我等你哦。烧啊烧，乖孙你，
窗口，阿公甲你摇啊摇，圆困一暝大一寸。哎呦，讲什么唱了无好听，你唱到底，囡仔哄哄惊精神啊啦！囡仔就洗净的，对无？囡仔就洗净，唔是洗就是揉，啊，唔是哭就是笑，也无就是巴肚枵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巴肚枵，你说啊，我你个冷度倒出来互水两喙啊，你。你钓狗有影，啊，当我做马哪有啉水啦？拄啊，我饲饱啦。吼，安尼可能哦，放尿啊啦！来，对，看尿珠啊，看尿珠啊，来，哎，看尿珠啊，有胆去无？哎，咸笃笃啦，我去啉就尿啊啦！哎呦，这囡仔药当然嘛是咸，嘿，好运哦，偌营养，你敢知？营养，等你咧讲啥？你当作我咧食补哟？哎呦，一汉仔囝，迄尿啊咧臭咸咸啦！来，我来换。你来换呢，啊，我来摕尿珠啊！蒋伟呢？阿爸，喂，是什么代志啦？哎呦，都恁这个啦，向前为面的吼，敢若炮管啊，甲我抓着呢，抓甲丢呢，哎呦，搁恁着，平安啊！以后吼，我再慢慢啊教，带囡仔撇步。阿爸，多谢啦。庆兰啊，莫听都在你放屁。对啦，这带囡仔吼是足麻烦的哦。我看吼，规气你头路莫食，啊专心来顾囡仔。阿母，现在要食头路唔食头路吼，随在伊啦。反倒顿是恁啦，我爱恁来遮吼，跟我带做伙，啊，恁是考虑了安怎？对啦，照讲哦，做事大人的人，咱爱甲事势斗阵大，你无法度我台北都带袂掉。话安尼讲是无毋对啦。啊，当吼大家带斗阵，啊你毋则快乐对无？啊你毋是定你怨叹讲罗汉脚啊？啊当即马囝孙要招你斗阵大，啊你又搁袂？吼，你这老大人吼，实在足歹款待尔。歹款待，好啦，以后吼，等这条做名扬哦，安尼赚大钱，啊买一间大间的厝哦，爸再来带来，吼，安尼好无？阿爸，这是你讲的哦。好，我即摆就叫人哦去找种三老半透天的，互你住甲安尼欢喜，你免反对哦。等我凊彩讲的，我真是要去买啦。你来，妈当的，是你啊？我已经拔出院啊，我是要甲伊休息的。医生有同意你出院？我身体的状况我甲你了解，你唔通袂记，你甲我拢是做自信的人。我来甲你休息，还佫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。我的医药费你无甲我收，所以我要请你食饭。你要请我食饭哦？要毋过全台北的餐厅，我已经拢食透透啊。你敢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，值得我去？我既然敢讲，当然嘛是上特别的呀。食饭的所在，就是恁兜。阮兜？到阮兜是要食啥？我亲手料理，互你食。你会晓料理？看你遐着囝的表情，你一定感觉我足特别的对无？毋那是特别尔。坦白讲，我对你是愈来愈好奇啊。要毋过我真怀疑呢，像你这款人，是有可能会做出什么款的料理啊？啥物料理哦？到时你就知。田经理，想袂到你真厉害，会当做我这么澎湃的菜。多谢你的讹落，希望你个人拢是真实的。那安尼我无用规个煲，毋才有价值。来，马当司长，我敬你。你哪一直甲我看咧？坦白讲哦，我对食的真讲究，啊，毋过我就是袂晓啉酒。我若是啉酒哦，我就会頭昏昏、腦頓頓。
毋过今仔日我为着要感谢你，我袂晓啉，嘛着爱啉。田经理，你看起来真欠卡呢。多谢你的学老。虽然有足侪优点的，毋过我嘛有缺点呢。好，是啥物缺点啊？我的缺点就是，我若是啉酒，我就会头晕，我头晕。我头都痛，我当然。田经理，田经理，你想怎啊？田经理？我当头都痛，你甲我田经理，田经理，无我互你一个房间休困啦。来，吼。哎，郑姐，抱囡仔来检查。是啦，医生讲爱照时注意风险。照顾囡仔吼，是够辛苦的啦。看来，其实你通甲囡仔交恁老母，啊，你来病院上班啊。你嘛知影，我若雇厝以前，就一直真肯定你的能力，就惊讲你明亮较阿爸，唔肯互你出来上班啊。郑先，我哪会阿爸啦？其实庆兰还袂生囝进前就咧上班啊。你若爱伊来你遮上班吼，随在伊啦，我尊重伊的意思。郑先，你的好意我知影啦，啊，毋过这件代志也是以后才去讲好啊。哦，阮先来去啊。好。陈小姐，我知你袂无缘无故来找我啦，是毋是为了迄样的代志？哦，是我唔对啦，我不应该趁你酒醉时阵甲你发生关系。也毋过我毋是一个无负责任的人。了我这，你讲。好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既然你敢唔讲，看你爱偌济，你家己写。马俊生，可能以前你拢是用这种方式对待跟你发生关系的查某人，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我李丽不是这种人。向南飞，甘的温暖。我李丽不是这种人。等下，你来厝也毋是要治治，无是有什么代志？即摆讲这还有啥物路用？我虽然将我的身躯拢予你，啊，不过你也知影，我毋是一个随便的人。哦，毋对，你条件真好，啊，不过我嘛有我的尊严。丽丽，歹势，我心情无好，才会讲出款歹听的话，请你莫生气，我甲你袂失礼。歹势。你心情无好，那我心情嘛无好啊。自从迄天，咱两个发生迄件代志了，你都拢毋捌打电话给我，这种代志我会会忍。啊，不过我嘛想足久的，所以决定要来找你，因为我是一个公私分明的人。公私分明，这是安怎讲？阮董事长姓王，叫做王天生，你应该有听过才对吼。嗯。你即马要投资一间电脑公司，要找人合作，我感觉是一个趁钱的大机会，所以我来找你，要介绍介熟识啊。原来是安尼哦，你若袂较早讲的啦。弟弟，歹势啦，是我误解你。真正是好心叫累金。对啦，迄天伫桌顶相片，迄查某囡仔是谁？我知啦，恁自细汉两个就斗阵大汉，对无？还佫有，你甲一个施明良
拢同款在爱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，迄个庆兰所去嫁予施明良，你嘛失去做律师的机会，所以你做婚姻的，对无？谁来我代志拢知影。